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4个伫咱的日常生活真好使用的字句，台语要安怎讲安怎写。像讲4年稳啊无敌，就是螳臂挡车，以卵击石，不自量力，就是甲家己的能力看了伤悬了。你哦，4年稳啊无敌，明明才5分力，硬要打架8分重，无怪会跋跋到你的涂骹扣扣练。过来，家己捧屎抹面，就是自取其辱，自讨没趣。因为家己介敖，结果做出来的代志，颠倒互家己歹看。伊当正人的面，甲人洗面，嫌人含慢，骹手慢舌，结果颠倒互人家屁相。讲伊嘛真拖沙，真无顶真，不是咧出差错，真正是家己捧屎抹面。讲无道理来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讲袂出一个原因甲道理，你唔免问伊，伊就是一个半桶屎，要叫伊讲解，伊讲无道理来啦。揪骹揪手，畏首畏尾，戒慎恐惧，也就是顾前顾后，惊东惊西。只要你认为对的代志，就放心大胆放手去做，安尼揪骹揪手，会防讲无魄力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4年稳啊无敌。家己捧屎抹面，讲无道理来，揪骹揪手，实在真趣味。